以為食辣咧只係覺得熱先至搞到塊面紅，其實咧背後分分鐘咧係你面部神經同埋血管嚴重失控，激發玫瑰痤瘡大爆發。嗱，之前咧有位客人啦，本身咧無辣不歡嘅，由細到大咧食幾辣都冇事嘅喎，點知咧有一次無端端咧食下咧就發覺，喂，點解塊面會爆紅嘅？又熱又滾喎，仲要紅到咧幾個鐘咧都收唔到掣啊！哇，佢嚇到咧即刻咧去睇醫生啦，結果咧就確診咗咧佢有玫瑰痤瘡啦。嗱，佢咧當其時好崩潰啦，咁佢都問我喎，喂，其實點解以前食辣都冇事，而家一食就瘋狂咁反覆發炎嘅？嗱，好多人咧都以為咧食辣爆紅咧純粹只係因為覺得熱，但係咧從現代嘅神經科學角度嚟睇咧，其實核心嘅機制咧係神經同埋血管咧過度咁被激活啦。嗱，2018年咧皮膚病學與治療嘅雜誌清楚咧指出，辣椒入邊咧有一種叫做辣椒素，會直接咧激活面部神經末梢嘅 TRPV1 受體啊。玫瑰痤瘡患者咧，其實佢面部嘅 TRPV1咧嘅受體嘅量咧，唔單止異常地多喎，仲咧極度敏感嘅。就算得少少辣椒素咧，佢都會瞬間咧將呢一個發炎嘅開關仔咧開到最大。受體一旦被激活咧，就會導致到面部嘅微絲血管咧瘋狂咁擴張，並釋放咧神經肽，引發咧強烈嘅灼熱感啦，同埋神經性嘅發炎。嗱，所以咧，如果你有玫瑰痤瘡，想咧穩定你嘅皮膚唔再反覆發炎嘅話咧，嗱，一定要記住啦。嗱，第一，徹底戒辣啦，真係要忍口啦，唔好再去刺激脆弱嘅神經末梢。嗱，第二就係避開高溫，盡量咧避免咧食一啲高溫嘅食品喎。嗱，攤涼少少先至擺入口啊，減少熱力嘅刺激。第三就係平息信號啦。嗱，身體長期發炎咧會導致到咧修復信號混亂，透過細胞信號療程咧可以幫細胞重新發出消炎嘅指令，從根源咧去平息發炎嘅。我係你哋嘅皮膚炎症專家 Ada。如果咧你想了解更加多細胞信號療程，從根源斷尾，即刻留言我想知，等我咧1對1幫你定製一啲解決嘅方案啊！